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返嚟收睇新一集 Thinking Tech 系列。我係 Sneha Banerjee Manage Engine 嘅企業分析師。今日我哋會深入探討人工智能點樣即時改變緊電子商務，唔係未來，而係而家此時此刻。等我幫你描繪一個畫面，想象下你行入一間鋪頭，未開口，店員已經遞咗一盒你最中意嘅零食，一件潮流電子產品，仲有一件啱晒你着嘅毛衣俾你，咁樣係咪好正呢？呢個就係 AI 個人化推薦嘅魔法。呢啲演算法唔淨只係建議你，簡直好似讀到你心咁。佢哋會分析你嘅瀏覽記錄、購物習慣，甚至你中意咩時間購物。你知唔知 Amazon 有35%嘅收入都係嚟自呢啲 AI 推薦？就好似有個私人購物助理，未等你開口已經知你想要咩？而家我哋講下快閃電商，佢就好似電商界嘅急性子細佬。你知啦，佢服務可以15分鐘內送到牙膏、朱古力，甚至電話叉電線俾你。呢個真係速度同智慧嘅終極結合。喺背後令到一切嘅神奇嘅係咩呢？當然係人工智能。佢可以預測邊啲商品會有需求，規劃最快嘅配送路線，並確保你嘅商品完好無損、新鮮送達。喺一啲城市，我哋甚至已經從自行車轉向無人機。係嘅，無人機，佢哋避開擁堵路段，直接送到你屋企門口。但係呢個仲未完。人工智能亦都喺度改變購物方式。想象一下，唔使去試衣間就能夠試穿衫，有冇擴增實境？你而家可以睇下件外套着喺你身上係點，或者想象下張梳化擺咗你客廳會係咩效果？全部都可以喺你睇落購買之前做到。如果你係嗰啲中意一心多用，同時做5件事嘅人，語音購物就會成為你嘅新好朋友。全球語音購物市場預計由2024年到2030年。年複合增長率會達到24.6%，但其實最精彩嘅係背後人工智能發揮作用嘅地方。喺智能倉庫入邊，機械人由人工智能指揮，閃電般嘅溝貨、包裝同埋出貨。防詐騙系統而家可以比以前更快嘅揾到假評論同可疑交易。至於你成日見到嘅機票價錢不停變嗰啲，其實都係人工智能根據需求、競爭同埋潮流嘅調整價格。勁醒目，係咪先？當然，佢一個科技旅程係冇咗古怪嘅發生嘅。人工智能有時都可以好搞笑，好似你只係冇咗條點樣行多咗步嘅片，佢就建議你買套新高爾夫球桿嘅。而且雖然聊天機械人都幾聰明，但佢哋唔係每次都明你講咩。跟住就有個大家都知但唔講嘅問題，就係數據私隱。人工智能要靠數據先至可以發揮，但我哋點樣界定方便同侵犯之間條界線呢？咁呢一切會去到邊度呢？想象下你個雪櫃嘅牛奶飲晒前自動落單 ，AI 唔單止令送貨更快，仲令成件事更環保。仲有去中心化嘅市場，人工智能同區塊鏈結合，整個嘅中介人嘅購物平台，你又點睇？未來就係要令生活嘅阻撓夠快，甚至可能方便到有啲過火。所以下次你喺度刷手機、網購或者等緊10分鐘送貨嘅時候，不如睇一睇背後有個無形嘅人工智能大佬幫你搞掂晒一切。佢今集就嚟到呢度啦，記住訂閱 Manage Engine Insights，繼續咁多啲 Thinking Tech 系列嘅內容啊！下集再見啦。